圣经故事新旧约，台湾教会公报社印。1954年，囡仔耶稣伫圣殿。耶稣是属以色列人百姓的中间，一年有一遍守一个真要紧的纪念日。亲像安尼，每年到定着的时，对巴勒斯坦逐所在有真济的出外人到圣城耶路撒冷，伫遐男女几若万人得吟诗学乐上帝，互因伫久久得到自由的快乐。照犹太人的规例，囡仔耶稣头一摆来复节是当伊12岁的时，因伫即个机会，通互囡仔知影关系圣殿逐项非常趣味的代志甲物件。逐人拢离开上帝的厝了后，耶稣犹居伫圣殿，伫遐的先生的中间，得听先生讲话，阁问侪侪问题。这人也真奇怪伊的应答。半过节已经明白，复节的人拄拄在离开耶路撒冷的时，耶稣无甲同行的人做阵，伊留伫后面。伊的爸母毋知，拍算伊伫同行的人的中间，行一日的路站，才伫亲戚甲相捌的人的中间找伊。偌尼劳动，偌尼得找，是一项大烦恼的代志。找无着，就直直倒转去圣殿。到3日后，因才找着伊，伫遐的先生的中间，也得听，也得问。迄时伊用奇怪搁趣味的话甲爸母讲，竟毋知我应该伫我的爸的厝嘛？